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Dion 啊，今期咧同大家講下買一手樓交首付之前一定要確認嘅5樣嘢。首先第一，你今日交完錢可唔可以網簽呢？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。你套樓唔網簽你就做唔到貸款，仲有可能會被查封、被拍賣。點解呢？因為發展商如果債務出現咗問題，被查封咗或者俾人告嘅話，咁你套樓就會俾人查封噶啦喎。第二個問題，你套樓網簽咗之後幾耐先可以備案呢？按照買賣合同嚟講，30日之內就要去備案噶啦。如果超過30日冇備案，咁你就快啲去住建局反悔啦。因為只有你套樓備案咗，銀行先會放款。因為銀行咧放款，佢係需要備案合同嘅。第三個問題，你今日交咗首付款，可唔可以直接轉賬入監管賬戶呢？點解話係轉賬而唔係碌卡呢？因為絕大部分城市佢發展商嘅 POS 機上面咧係睇唔出監管賬號嘅，所以一般嚟講啊，你哋買樓嘅時候，我俾你嘅建議咧都係轉賬，揾到預售證同埋買賣合同嘅監管賬戶之後咧再轉賬。第四個問題，你今日交錢，佢有冇開票據俾你呢？因為你去辦貸款嘅時候，銀行都係需要票據嘅。冇票據就證明你冇交首付，咁你冇交首付，咁銀行肯定唔會放款俾你啦，係咪？所以票據咧都係好重要嘅。最後一點，交首付當日佢要幫你網簽，咁網簽之前咧，一般發展商會將你手上嗰一份認購協議書回收嘅，咁你一定要將你嘅認購協議書影張相存檔翻啦。嗱，準備買樓啊，或者買完樓準備交首付嘅朋友，一定要記住Dion以上嗰5點啦。好啦，今期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想了解更多房產資訊，就關注我哋中山避坑指南啦。拜拜。